一二三四，爱你亲像一个蝴蝶芳，气味别人纯纯好乱梦。一喙花甘，一喙梦，真心永远无变款。爱你亲像棉被甲心梦，春夏秋冬温暖你的人。假使有一天棉被变旧啦，请你唔通心别寒，将手放。小白有你讲情话，一生心相陪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。大家好，我是岳云老师。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新歌豪记唱片公司陈淑萍小姐的新歌《茶香茶芳》。这首歌在今年呢，2026年的6月11日才首播，今天才6月16呢，所以才5天，才首播5天我们给大家抢先来介绍这一首好好听、真好听的新歌《茶芳》，作词是洪金生老师，作曲是洪金生和林嘉怡老师这个写歌的老师真的是棒。有人写出这么好听的歌来给陈淑萍小姐唱，让我们来学习模仿也来传唱，真的很棒，感谢你们。来，这首歌是 G 大调4/4拍子的歌曲就是这个钢琴上面找到 G 的这个音，弹下去要唱什么？要唱哆所以是 G 大调来，再有呢，这是4/4拍子，就是1个小节有4拍了。那要唱多快呢？1分钟要唱82拍1分钟咱的心跳多紧咱的脉搏差不多72左右，对不对所以呢，比脉搏还快1分钟还要快4拍那真的有一点小快来，我们来看爱丽亲像一个好地方来，拉嗦拉嗦嗦拉嗦嗦，瑞咪瑞咪瑞咪，再一次拉嗦拉嗦嗦拉嗦嗦，瑞咪瑞咪瑞咪。爱你亲像一个好地方，爱你亲像一个好地方，爱你亲像一个好地方这首歌光唱第一句呢，就深得我心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合唱团，老师都说我们唱歌要像说话一样唱歌的时候呢，说话的时候有什么韵都才能像歌语像大戏一样。歌语呢，像歌有什么拗韵，就是你这个字有什么后韵，有什么押韵要把它唱出来咱讲话嘛是同款，所以唱歌只是讲话延续你安怎唱安怎讲，你就安怎唱来。譬如讲一句来，爱你。我们有读歌书什么叫爱你？对，那唱怎么唱？爱你是不是完全一样？真的好棒在此呢，要给作词跟作曲的老师2位老师鼓掌，真的很棒来。那后续更不要讲，更好听来，我们继续来吧。爱你亲像嗦啦嗦嗦，亲像瑞咪瑞咪瑞咪一个好地方，再一次爱你亲像一个好地方。过来呢，气味迷人，顺顺好乱梦，拉嗦拉拉拉哆，拉嗦拉拉哆，拉嗦拉拉哆，气味迷人，气味迷人。头一字呢，第一个拉迷人有3个音拉拉哆，第一个音拉是迷。后边拉哆是人拉嗦拉拉哆嗦咪嗦拉嗦咪嗦2、3、4，拉嗦拉拉拉哆嗦咪嗦拉嗦咪嗦2、3、4，来咱看，气味别人别人人
起笔别人顺顺可乱忙，起笔别人顺顺可乱忙。好，起笔别人顺顺可乱忙啊！来，我们唱歌的时候呢，要尽可能的把这个字呢，它如果有尾音、有韵母呢，要把它念出来。一个后面是不是哦？好好的胖，哎，胖又是长音，两拍，所以胖这个韵母要给它唱出来。一 re mi，一个好的胖胖，哎，来下面也是一样，起笔别人忙人有拉多，起笔别人顺好乱忙，忙怎么样？要拉出来，来拉多拉二拉多二拉多二，一嘴回甘，一嘴。后面是一啊，吹一，哎，它的韵母是一，会甘啊，要要，而且要闭口，一吹，哎，这个滑音请带进来，一吹会甘，甘要闭口，一吹会甘，一吹梦，嗦啦嗦瑞咪。嗦啦嗦瑞咪二，几有滑音，咪嗦几吹梦，嗦啦嗦瑞咪几吹梦。好，过来，真心永远无变款。拉哆啦嗦，拉嗦嗦嗦瑞，拉哆啦嗦，拉嗦瑞，拉哆啦嗦，拉嗦瑞，二三四，真心永远无变款，真心永远无变款，三四。好。这样呢，主歌一就唱完了。接下来进入主歌二，啦嗦啦嗦嗦啦嗦嗦，哎，爱你亲像又来了哈，跟头一句共款，主歌音的第一句一样哦，爱你亲像。瑞咪配加心房盖啊盖这个音有咪瑞加。心房心要闭口，别忘了哈。咪配加心房，爱你亲像咪配加心房。哆啦咪嗦二三四，哆啦咪嗦二三四。春夏秋冬温暖你的人，春夏秋冬温暖你的人，三四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假使有一天棉被啦变旧啦，哎哟，爱你亲像棉被夹心房。有一天棉被那旧旧要什么样呢？哎，下面我给你夹来，啦啦啦啦咚，啦二，啦咚，嗦咪咪二，啦二，啦咚，嗦咪咪，假使。有一天棉被变旧啦，假使有一天棉被变旧啦，哎，这一句呢，我建议大家要塞难一点。那是有一天棉被变旧的时阵呢，请你安怎？请你唔通心未行，将手放，将上的手，将我的手啦。哎呦，你这个爱你哈，亲像。这个棉被加心房有一天棉被那久呢，请你嘛唔通心未行，将我的手放所以安尼这么说，哎，手爱甲砍到掉啦来，假使有一天棉被变旧啦，咪拉嗦瑞二，咪哆
哆三四瑞咪拉嗦瑞二瑞咪哆二三四，请你唔通心别行，将手放。请你唔通心别行，将手放。三四，好，按那主歌唱完啦，好，来，我们就要进入副歌喽。我们通常都说副歌就是一首歌比较高亢的地方，敢若看这个谱就知影，真正比较高亢了哈。你看将手放，这个是哆哦，过来呢，属木是咪，而且头上有点啊，这什么呀，就高上去了，对不对？那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瑞咪啊，要高10度呢哦，将手放要跳高10度来，咪瑞哆哆咪咪瑞瑞咪瑞哆哆咪咪瑞瑞，哎。属木有理讲正话，这个有理是个切分音哦。同学常常听我说切分音，问我老师切分是哪2个字？切就是切8段的切啦啊，那个分呢1分钟、2分钟的分呐，切分音呐，切分音就是这样。这一个切分音呢，2头短，中间长，怎么样？这个切分音有3个音，对不对？哆哆咪，第一个哆脚底下2条线。第3个咪脚底下2条线，是不是2头都短？中间这个1条线而已比较长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是2头短中间长的什么切分音？那这个切分音怎么唱？哆哆咪。哆哆要快一点，你看嘛，因为第一个音很短嘛，所以跟第2个当然就快啦，哦，就很接近。但是第2个音比较长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看等一些些呀，再唱后边这个咪咪瑞哆哆咪咪瑞瑞。咪瑞哆哆咪咪瑞瑞，小宝有你讲真话，小宝有你讲真话，有你讲真话，有你讲真话来，小宝有你讲真话，哆哆哆啦嗦儿，哆哆哆啦嗦儿，一心心相陪，一心心相陪，这个陪。有滑音，咪伫遮有啊，咪嗦咪嗦，陪也陪进来，小宝有你讲真话，一心心相陪，啦哆啦嗦咪瑞瑞哆哆瑞2、3、4，啦哆啦嗦咪瑞瑞哆哆瑞2、3、4，来生来世在咪瑞，这个后面这个瑞呢要瑞咪瑞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里也有一只毛毛虫。来生来世再一回，再一回，再一次来生来世再一回。好，我们小木来，小木有你讲真话，一心心相陪，来生来世再一回。好，继续呢，快乐是签诗，幸福是八字。有同学就问我讲，老师，我会使唱八字无？会使啦啊！不过呢，我甲大家提醒就是陈淑萍小姐一唱的是八字啦啊，八字是什么？八。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，8啊，8是文音，所以这是什么？八字就是白音啊，白话有文的音啊。快乐是签诗，幸福是八字啊，是八字。快乐是咪瑞哆瑞咪二，嗦啦嗦哆啦嗦啦嗦哆啦啦二，好了。咪瑞哆瑞咪二啊，这个每一个这一小节每一个音头上都有点是高的哦，嗦啦嗦哆啦啦，哎，嗦要低下来，咪哆咪嗦咪嗦，哎，要低下来。
来，快乐是签诗，幸福是百里。快乐是签诗儿，幸福是百里儿。拉嗦拉哆咪咪瑞瑞咪瑞三次，哎，对不起，来再来一次。拉嗦拉哆咪咪瑞咪瑞儿三，再一次。拉嗦拉哆咪咪瑞咪瑞儿三四，生出三里我爱你，生出三里我爱你儿三四，生出三里我爱你儿三四，嗦嗦咪嗦拉儿，拉拉哆哆哆瑞儿。嗦嗦咪嗦拉二，拉拉哆哆哆瑞二。来，同学问我说，老师为嗦嗦咪嗦拉，为什么你后面又唱二？哦，我唱这个二，念这个二是告诉你这个嗦嗦咪嗦拉这个拉有两拍了，后面还有一拍，还有第二拍哦，所以我这个二就是第二拍的意思。拉拉哆哆哆瑞瑞是不是两拍？是，所以我怕因为有的同学唱到的思念会看戏，两头念小伊啊，他没有这个第二拍，忘记了第二拍就唱了，对，这是两拍呢哦，那思念会看戏二，两头念小伊二。啊，来，做一次来，嗦嗦咪嗦拉二，思念会看戏二，两头念小伊二，哎。同学有注意到无？这个两头念小伊，这个小啊，这个相亲相爱相，我会写一个什么？写一个小呢？啊，而且我国空音课啊，台语歌老师空音课啊，迄里爱安怎？读台语对啦，所以这里边安怎读？两头念小，唔是相依哦。啊，嘛唔是袂使读相依啦，嘛是会使啦哦。但是我甲大家模仿的是陈淑萍小姐唱法，伊唱什么？两头念小伊啊，念小伊来。思念会看西儿，两头念小伊儿，瑞瑞瑞咪瑞哆哆啦哆儿，三四瑞瑞瑞咪瑞哆哆啦哆儿，三四。哎，温柔情花不离机，温柔情花不离机。大概唱到这种字的时阵，温柔情花不离机啊，他唱这个不的时候呢，常常都会同学啊，因为台语哈，台语字有写音，这字也读无，还是读对不对？温柔情花不离机啊，所以我特别给大家标注在底下，不，这字是不是读不？是，空语口话是不是爱读不？两头念小伊，小是毋是空语口是毋是爱读台语对？而且你无空语口是毋是爱读国语对？温柔情花不离机，安尼大家会记啊无啊？所以这瑞瑞瑞咪瑞哆哆啦哆二三四，温柔情花不离机二三四。好，这样这首歌唱到这，头一遍就唱完了。过来呢，间奏八小节来，然后呢，然后一个按头前唱，爱爱的亲像一个蝴蝶旁。哎呀，老师这个地方忘了这个打这个反复记，这个最后一个地方啊，要画反复记号，老师忘了画啊，来，请大家自己画一下。间奏八小节之后呢，要反复啊，来反复之后呢，爱爱你亲像一个蝴蝶旁，又唱到温柔情花不离机二三蛇扭，蛇扭要接哪里？还有一个蛇扭在哪里？在副歌。小花鼓里讲情话，一心心相陪。好，咱拄则已经甲陈淑萍小姐这首新歌一句一句啊，甚至一字一字甲大家推荐介绍啊。来，咱头一遍唱完啦，对不吼？咱即马来唱第二遍，搁接旋钮的后边半遍啊。来，从头来来，爱的亲像来准备哦，来一二三四，爱的亲像
一个地旁，气味别人顺顺好乱梦。一喙花甘，一喙梦，真心永远无变款。爱你亲像棉被甲心房，春夏秋冬温暖你的人。假使有一天棉被变旧啦，请你唔通心白行，将阮将手放三思。小宝故你讲情话，一心心相陪，来生在世再一回。快乐是签诗，幸福是别离，算出三字我爱你。思念的牵丝，两头念相依，温柔情话不离记。二三四，相抱有你讲情话，一生心相陪，来生来世再一回。快乐是签诗，幸福是别离，算出三字我爱你。思念的牵丝，两头念相依，情温柔情话不离记。停。哎，刚才这首歌呢，因为很新啊，岳云老师也是初学乍练。我刚刚印象中呢，我这个胜出三里，我爱丽是唱错的啊。拉嗦拉哆咪咪瑞瑞儿，来，我们再一次来，拉嗦拉哆咪咪瑞咪瑞儿，咱再一次，拉嗦拉哆咪咪瑞咪瑞，一二三，好，来，我们从快乐是前西来唱来，咪咪咪瑞哆瑞咪儿，快乐是前西，幸福是别离，算出三字我爱你。好，后面呢？思念的牵丝儿，两头念相依儿，温柔情话不离记。停今天这首新很新、很热、很烫手的新歌地方陈淑萍小姐的演唱，豪记唱片公司的作品这个作词是洪金生，作曲是洪金生和林嘉怡6月11才首播的新歌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。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去欣赏一下陈淑萍小姐的演唱，再回来练习这首歌，那就觉得更棒了。不好意思，岳云老师唱的不好，当然陈淑萍小姐唱的很棒那不过呢，我们就是听到这首歌这么好听，所以尽快的给大家分享教唱。欢迎大家到影片下方的这个超级感谢，给他点下去给岳云老师抖内有大家的赞助，有大家的支持，我们这个频道才能继续的给大家推荐优良的歌曲，优良的好听的作品。好，来介绍给大家。好，今天这首地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